艺术家范仲德甲宋建成伫桂林文化中心举办联合展览，即摆展出40几件陶家作品，将府城的真实精神浓缩呈现。台南市副市长叶铁山也特别来到现场欣赏。全世界各个地方在探究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当中，绝对是把陶当作是他们在见证那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是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东西。范仲德老师以府城一级古迹为创作所在，有孔庙、意在金城、赤坎楼、安平古堡，用半浮雕的方式雕刻伫碑仔大瓦工顶头。我稍微把它切割掉局部，但它能够呈现出来我们府城的代表性的建筑物古迹。那这个东西又能够呈现是我们实用的东西，不要像一般的陶。它有的是不能用的，只是观赏的。因为我认为陶跟人是一个很能够亲近的东西。宋建成老师同款也将安平的景色融入伫作品当中，为代表性的建筑加建巷弄立体呈现伫绘盘顶头。陶瓷，顾名思义，我就把陶跟瓷这两个发挥到淋漓尽致，希望说用瓷器的作品上面让看到很洁白，有很多彩色的一个氛围，经过高温烧结，让这个作品可以呈现上非常立体的感觉，让人家知道来到安平可以到港滨，来大屿祝福，来看看林默娘公园。安平的旧遗物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在地的寻宝，把建设的故事融合在里面，用一个陶艺品让大家知道这个未来400年风华再现这样。台南府城将要迎接台南市巴东，透过2位陶家老师的创作，带领大家领略府城安平的古今繁华。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